台湾文学馆伫今仔日出版一本专门予囡仔看的台诗绘本，有一寡是适合囡仔读的诗收伫咧内面，而且也有影音档加网架，那会当看册，也会当学念台语诗。大都读快仪。成立国小的学生，毋若用台语念诗，用唱的嘛真有味。我七经不才，了诺用汗水。现场小学生念唱的，拢是台湾作家写的5言甲7言的古典诗，全部收录伫这本册内底。规本册有趣味古水的插图，佮有白话字，会当看嘛会当听。定情昏昏。比如讲，咱讲食米啊，吼，肉粽啊，肉粽节啊，是讲动物啊，吼拢是甲囡仔的生活内底拢有较有关系。台湾文学馆对2年前开始收集一寡台湾古典诗，逐档出版台诗囡仔册，互囡仔看。拄出版的这本新册有热烈的过年气氛，元宵马花灯。同齐做圆仔，嘛有寒天，甲厝内猫仔做伙乐眠，会当感受台湾四季无同的日常生活。这道会当用这个叫做台湾的这个白话字，吼来甲咱的台语的音吼，甲伊写出来。重点就是会当望这个囡仔，因其实好有会学啊，所以伊透过这个罗马字白话字，吼透过这个白话字，伊会当去更较会当较长期的去。记忆这个声音，会当看嘛，会当听的台诗囡仔册，今年第1摆增加白话字，阁有囡仔念诗，互大人囡仔拢会使做伙来学台语诗。记者陈亚军、刘伟做台南报道。